其實我一啲實力都冇，我係偶像派嘅。話說喺公元前26世紀，一個風和日麗嘅朝早，喺埃及尼羅河西岸嘅一塊肥沃嘅土地上，8個低級奴隸啱啱出糧，係名副其實嘅糧，糧食個糧啊，7塊薄餅咁多，唔係呢啲薄餅啊，係冇切開一塊一塊嘅。就係因為咁，呢8個奴隸就踎咗喺度成炷香嘅時間，佢哋唔知點樣切呢7塊餅好。有個懶醒嘅就建議將佢哋全部切晒8塊，每人攞7件咪得咯。咁但係切咁多下，啲餅切到溶溶爛爛咁佢哋食少咗就梗係唔制噶啦。佢哋要分配均勻嘅前提下，切嘅次數越少越好。正當呢8條友諗住不如切咗其中一個奴隸就算數嘅時候，天空中出現咗一個奇怪嘅現象，一個神秘人突然出現咗。刀下留人，哇 ，Doctor Strange 啊！其實未到 Doctor， 我而家仲係巴塞羅嚟。其實你哋唔需要切咗個人，只需要將其中4塊餅每塊均分做2份，再將2塊餅每塊均分做4份，而剩低嗰塊再均分做8份，每人只需要攞每樣1份就可以啦。咁近嘅你，點解你會塞啲咁嘅嘢嘅？講起就一匹布咁長啦。哦，咁就唔好講啦，我哋起快啦。話說，其實我係嚟自公元2016年嘅未來人。原本我都只係一個普通嘅學生，因為三角關係令我愛上咗數學。之後機緣巧合參加咗一個叫恒隆數學獎 HLMA 嘅比賽，誘發出我嘅數學力量。而家我眼中嘅世界都顛覆晒。今日穿梭時空嚟到古埃及，就係要實地考察我當年得獎嘅數學專題研究 Investigation of the Eridanus-Saros Conjecture， 咪就係由你哋切餅呢個問題引申咯。都唔知你講乜。唔知唔緊要嘅，可以去呢個網站或者 Facebook 了解多啲啊。嗱，嚟緊12月15號就係 HLMA 個頒獎典禮，2年1屆，到時又有好多數學新星出現，贏咗仲有豐富獎金噶。獎金？咁獎金又點設法啊？喂住，喂，但係我真心覺得你穿梭翻嚟就為咗賣呢個廣告喎。